電台要卡到場。減速啊！減速！起身擺路，唔好後面人行開。放低勇氣，第一次唔好水聲。等陣先，俾個機會我做翻個警察啦。咪入嚟啊！咪入嚟啊！起身開門，門後面嘅人行開。第一次唔好水聲。我投降啦！你咩部隊嚟㗎？今集嘅區區有警，實到嚟同大家介紹衝鋒隊。大家不時咧都會喺警察嘅事件裏邊咧係聽到 EU 呢兩個英文字嘅，而 EU 呢兩個英文字咧正正就係代表咗我哋衝鋒隊 Emergency Unit 嘅縮寫。我哋衝鋒隊喺日常嘅工作咧係主要處理一啲999嘅緊急求助啦、戰術性嘅巡邏啦，以及係處理一啲突發嘅事件嘅。我哋 EU 每一架警車上邊咧都會配備唔同嘅裝備，俾同事更加有效咁處理，例如拯溺、爆門、處理暴力嘅案件等等。新界北總區係5大陸上總區當中人口最多、面積最大嘅總區。為咗確保我哋嘅人員能夠迅速到達現場處理案件，我哋係唯一一個陸上總區設有2個行動基地，分別係新界北警察總部同埋屯門嘅大興行動基地。我哋最近亦設置咗一個綜合戰術訓練中心，可以因應唔同嘅訓練需要而切換成唔同嘅訓練場景，開放俾全警隊使用。新界北衝鋒隊嘅輪選咧歷史悠久，由00年前開始至到而家咧從未間斷過。我哋希望透過輪選過程，選擇適當嘅人員之外，亦能夠令參與輪選人員了解自己嘅長處及不足，對佢哋嘅個人發展有所幫助。嗰日我哋接咗個 call 啦，就喺大埔處咧中 SMDP 有人遲到嘅案件。咁去到現場之前咧，我考慮咗3樣嘢啦。第一樣嘢就係我哋要攞啲咩裝備上去現場。第二樣嘢就係去到現場嘅時間遇到呢名遲到嘅男子嗰個情況變化。第三樣嘢就係嗰名男子因為喺走廊啦，所以我同啲隊員咧戰術性上一層，就落去現場接觸嗰名遲到嘅男子。咁最後我哋決定拎中盾同埋裝備 JPX4。當時我哋俾個警告佢放低刀，但係無效。由於擔心個男子傷害自己，我向佢發射第一發胡椒水槍，並勸喻佢放低武器。喺呢個時候，男子攞住把刀轉身向我哋靠近。由於擔心佢會襲擊我哋，於是發射第2發胡椒水槍。我用盾撞向男子，令佢把刀甩手，我就撲向男子，最後將佢制服。喺呢單案件入面，我哋用嘅係最低武力嘅層次去處理呢件事，冇任何市民同埋警務人員受傷，係我哋每一個警察都想見到嘅結果。各個總區嘅衝鋒隊都係守護住社區第一線嘅無名英雄，因為有佢哋默默守護住香港，先至可以成為世界上面其中一個最安全嘅城市。